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出埃及記第12章第1節到13節、21節到28節，使徒行傳第8章26節到40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夜坎。昨伫主日的信息内底，咱有提到到基督信仰内底有济的被动式。咱咧讲到被充满、被称义、被称做圣、受洗等等的概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另外一个概念，就是被夜坎。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。基督徒伫信仰顶悬被动，毋是主动。这种主动的地位颠倒，一定会致到着信仰的偏差。时常捌听人安尼讲牧师，你是我的正坎。讲即句话的人，基本上是阁处伫被动，但是因的对象却是毋对。去互讲这是这个困求的对象，就却是对这个被动变成做是主动者，伫角色顶悬已经是错乱啦。基督信仰内底，什么人会当被夜坎？就亲像得到救恩同款，只要愿意接受的人，拢会通得到夜坎。但是重点是，什么人会当成做别人的夜坎？这个就是咱要思考真重要的问题啦。以前伫咧看电视，捌出现一种的保险的广告，这保险的广告是用一支大支的雨伞咧讲到保险额度500万的保险。后来大家看到大雨伞，拢会讲哦，这是500万的，或者是讲哦，这是350万的。意思就是讲，伊的保险的夜坎的范围无共款。这当然嘛表示能力大的夜坎就比较大，能力较细，当然伊的范围就较小。牧师要邀请兄弟做伙来思考的是，什么人的气力是大的？什么人是上大的？迄个上大的气力就是咱的夜坎，是人吗？是牧师吗？或者是讲会晓真晓讲道理的人？咱看见是出来记的记载内底，摩西甲法老王因对战经历着9个灾难。伫即个9个灾难，咱比较较看袂出来，以色列人即个嘛是受到灾难的对象。但是伫后来的第10个灾难中间就比较较明显啦。因为上帝交代摩西，都爱教导以色列人抬一只羊仔，将羊仔回来抹伫这个门楣顶悬，并且全家做伙来享用暗餐。也就是讲，因的厝的人伤少，就爱邀请厝边做伙来享受，因一齐来度过这个抬大囝的威胁。其实因所倚靠的毋是羊仔血，嘛毋是因为摩西的关系，乃是摩西所介绍互因的迄位自有拥有的上帝。只有伊才会通夜坎以色列人。圣经甲咱讲，上主伫埃及对摩西甲亚伦讲，这一个月要做这个月份的开始，做一个年的第1个月。你要将我指示恁教导以色列人
全人民伫本月初10，每一户的户长必须爱为着伊一家来拣一只细只羊仔，或者是细只山羊仔。如果伊的家人较少，食袂了规只羊，伊就牵甲厝边来分一只，用人数甲食量的比例来分配。恁用绵羊仔、用山羊仔拢会使，但是必须爱用一只大的公羊，并且是无有残缺的。到伫本月14号，以色列全体人民就爱抬因所敬出来的精生。人民要摕一罐火来抹伫厝的门槛甲门楣顶悬，并且因伫厝内底来食羊仔肉。迄一暗，因必须爱食烘的羊肉、苦菜甲无加饼。羊肉袂当生食，也毋通用水煮的，必须爱食烘的规只羊，包括头、腿甲内脏，毋通存落来留甲伫第二天。剩的就爱当暝来烧掉。恁食的时阵，就爱看看的食，就爱束腰带、穿鞋、摕着管。这是上主的盘过节。迄一暝，我要巡视埃及，杀死一切偷肠仔的，不管是人是精生，拢要杀死。我要处罚的所有埃及的生命。我是上主。门槛顶悬的火是恁所徛起的厝的记号。当我看到这个火，我就要搬过恁的刀。伫我处罚埃及人的时阵，绝对无伤害恁。嘛，因为这件事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有第一个搬过节，因为为着要纪念亚坎因的上帝。圣经阁讲，摩西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领袖，甲因讲：恁每家都爱选一只细只羊仔，将伊杀死，通好庆祝搬过节。就爱摕一个牛膝草，运这个盆内底的火，抹伫门楣甲门槛顶悬。一直到第二天的早起，无论什么人拢不准出门。当上帝巡行埃及、杀埃及人的时，看到门楣顶悬甲门槛顶悬的火，就要搬过迄个门，无互执行毁灭的天使进入伫恁的家来杀死恁。恁甲恁的子孙必须永远守这个例。当恁进入伫上帝所应允的地，恁就爱遵守这个节期的礼仪。假使恁的囡仔问恁，这个礼仪有甚物款的意思，恁就爱着回答：这是献互上主搬过节的精神，因为伊伫搬过节搬过以色列人的家。伊杀死埃及人，却保守咱的性命。不但是安尼，伫以色列人出埃及行旷野40冬的中间，日是有上帝的分条，暝是有上帝的火条带领保守因。上帝用伊的权柄来正做旷野中间以色列人的亚坎。来保守因。耶稣基督的门徒腓力，伫受到天使的感动以及呼召，就对耶路撒冷来前往加萨的路上去。伫迄个路中，伊拄着一位伊提奥比亚的太监。这个太监到伫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并且伫车顶咧读以赛亚书。这是圣神感动腓力，我近去听。
菲利听到即位太监在读即个以赛亚书的时，就问伊讲：你读的你捌吗？使徒行传第8章会记载即段的对话。菲利走过去，听见太监咧读先知以赛亚的批，伊就问伊：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太监回答讲：除非有人甲我开明，我怎会当明白呢？所以伊就邀请菲利来上车，甲伊坐做伙。伊所读的迄段经文是，伊亲像一只被牵去台的羊，亲像一只伫折磨人手下的羊羔，恬恬无声。相款，伊嘛无发一句话，伊忍受见笑，无有人替伊主持正义。也无有人指出伊的世系，因为伊伫世上的性命已经到伫尽头。太监问菲利，请指教我，先知即段话是指什么人所讲的？是指伊家己呢，还是指着别人？菲利就开喙讲即段的经文开始，伊讲解有关耶稣的福音。因经过一个所在，路边有水，太监就讲：遮有水，我就无就会当伫即个所在接受洗礼嘛。太监就吩咐停车，菲利甲伊做伙落到水里，为着伊来行洗礼。因对水内底起来时阵，主的神将菲利带走。太监就无搁再看到伊，伊继续赶路，满心欢喜。后来有人伫即个阿瑟都来拄着即个菲利，伊走遍迄所在，伫达乡镇来宣告福音，直到伊来到该撒利亚。上帝常时透过菲利做即个太监的热坎，也正做菲利家己的热坎。因拢得到福气。这也是今仔日咱基督徒的呼召，互咱家己正做上帝热坎宽平的工作。会记得咱拢需要被热坎。咱无有宽平来正做别人的热坎。有一首美国的即个福音诗歌词安尼写 ：Yes, God is in the shadow, He is everywhere I go。歌词是讲是啦，上帝伫阴的内面，是我去的每一个所在，伊拢伫遐。上帝确实是咱的热坎。诗篇第40篇第6节到第17节，请咱家己来读。恳求上帝纪念阮的软弱，透过你大宽能的保守甲热坎，赐福阮平安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